大家好，歡迎嚟到港識多史 podcast，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Godfrey 啊。咁今日咧有 Brian 喺度。Hello， 我係 Brian 啦。我哋喺8月29同30號啊，同我哋之前合作過嘅單位咧兒樂社啊，即係之前啊係做嗰個 podcast 講咩鯉魚門音樂會嗰一個啊，我哋咧會一齊合作搞一個展覽。咁當然佢哋會有搞音樂會啦，佢哋搞音樂，我哋就搞展覽。個展覽嘅主題咧就係呢個舊時中秋節嘅情懷啊，咁會有一啲文物啦，有啲展板啦，應該咧我係會喺嗰度咧出現一陣咧係介紹嗰啲文物嘅，應該就詳情咧可以 follow 我哋 IG 啊，即係以防嗰啲聽眾係未 follow 我哋 IG， 請各位聽眾咧係即係 follow 我哋 Retoast HK 個 IG 咧，就會獲得更加多嘅資訊噶啦。我印象中咧展覽應該係不用收錢嘅，但係呢個音樂會咧應該係要賣票嘅，咁啊可能就大家多多支持啊，同埋記得啊音樂會啦，都緊記佢填問你喺邊度嚟嘅時候，記得填係港識多史推薦你嚟。Yeah，上次係有呢啲優質觀眾啊，係真係填咗啊，係優質嘅觀眾啊，俾個掌聲你哋先，真係做得好，多謝你哋啊！係啦，唔係我覺得睇展覽又聽埋音樂咧係好嘅。點解你有睇咧，跟住你有聽，咁你成件事就會立體好多啊！咁所以建議大家啊去開都聽一聽。你都可以試下一路睇一路聽啊。雖然我唔知操作唔操作得到，一路睇一路聽就係 jam 音樂噶啦，會唔會變咗？應該唔係免費區 jam 有，應該不能，應該不能嘅音樂係最近長冚咗，應該不能，應該係可以嘅，係啦，你可以先買票再一路睇一路 jam 音樂噶嘛，係 OK 嘅，開心。我記得係有貝多芬嘅歌曲嚟嘅，今次係。但係今次我哋冇去到音樂咁詳盡啦，我哋主要係做呢個歷史嗰邊啊，講嘅中秋節嘅東西。咁啊，好啊，多謝各位支持，多謝大家支持，先有得繼續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啦。即係係啊，如果冇大家就一次啊，最多一次嘅啫。如果大家係啊，上次哇真係有觀眾，真係我真係見到張嗰啲叫咩觀眾意見表啊，係真係括住港識多史 podcast 推薦咁樣，哇！非常感動啦，流埋有 face 有 fans 啊，即刻觀眾啊，咁啊呢個就係即係香港嘅近況啦。咁英國近況都係啦，8月1號啊，唔知出呢一集嗰陣係幾時啦。咁8月1號我哋有一個倫敦嘅導賞團啦，咁呢個係會搞緊啦。咁另外咧都可以預告一下，亦都係已經。都唔係預告嘅，即係純粹係啲近況就係咧，我發覺都有人揾，即係都傾好咗。其實都就係有人揾我咧，幫佢哋其實都係我哋嘅好友啊，其實都係團隊好友嘅一啲即係啲單位啦。咁佢哋就即係啲婚禮嘅，咁就有賓客咁要去英國，因為我發覺原來呢個可能係一個新嘅未來方向，我唔知啊，即係你喺英國或者你喺其他國家咁樣你結婚，咁你啲賓客會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嚟，咁啊，咦，原來 book 咗我幫佢哋搞一個導賞團咁樣樣，咦，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嘅，即係未 run 嘅呢件事係啦，即係唔係最近嘅啦，咁都係之後發生嘅事，咁但係我覺得，咦，原來可以有呢個開拓咗呢個想像性啊，點啊，即係啊，即係我冇諗過呢件事。可能可以咁做啊！咁如果大家有啲咩特別嘅活動啊，其實唔一定婚禮，你有啲咩特別活動啊，想 book 個特別嘅體驗啊，增加下呢個文化嘅修養啊，幫你嘅賓客咁啊，可以聯絡我問下啦，即係揾我哋問下啦。咁呢個就係英國嘅近況啊。咁啊，好，今日我哋嘅呢一集咧，都係同點講，都係同二戰有關啦。如果大家有睇到嗰個 topic。咁咧都係一篇文章嚟嘅，論文嚟嘅，係冇錯。係啦。咁我哋都唔係都做好幾次係講呢個文章啦。咁咧如果大家睇到咧，今次呢個就會同即係啲加拿大嘅士兵係有關嘅。講一講咧就係嗰個背景先。首先講講背景咧，就係二戰嘅老兵咧，其實我諗都已經過身嘅話，都已經過到七七八八啦。咁喺2023年年尾咧，咁咧。加拿大嘅一個高齡退伍老兵咧，亦都係即係安詳離世啦。咁嗰位叫做即係奧米達斯弗雷德嘅朋友啊，咁咧佢亦都係1917年喺魁北克嘅 Richmond 嗰邊出世嘅。咁就係一個加拿大嘅
即係士兵啦，咁佢咧係經歷過香港保衛戰啦，亦都喺日軍嘅戰俘營入邊幸存落嚟嘅。咁其實呢個咧都算隨住佢個離世咧，咁加拿大嘅軍事史甚至係全球嘅二戰史咧，都差不多係我諗仲在生嘅人都已經差不多係冇晒啦。少量啦，咁我諗係啊，二非常戰就少量。少量啦。香港保衛戰係啊，我印象中好似就已經好似就即係好似沒有啦，好冇啦，似冇啦。應該今日呢篇文講係咩咧？其實就係講呢個二戰嘅時候啊，其實加拿大咧係有派過部隊嚟香港駐紮啦，同埋經歷咗呢一個香港保衛戰啦，亦都有好多嘅加拿大士兵咧，就係即係隨住即係投降啦，而被即係送去日軍嘅戰俘營啦。咁我哋會講呢件事啦。咁另外咧就係因為加拿大咧佢個文化背景比較特別啊。咁佢個文化背景好特別咧，就係佢有呢個英語區啦，同埋法語區嘅喎。老兵啦，啱啱講嗰位老兵過身之後咧，就喺加拿大嘅英語區咧，就引發咗一個比較即係大啲嘅迴響啊，或者反應啦。咁反而喺呢個法語區啊，即係例如魁北克嗰邊咧，就比較冷淡啲啊啲反應啊。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咁強烈嘅反差咧？咁就我哋今日要講嘅呢篇論文啊。咁佢去講嘅一個即係論點啦。咁呢篇論文嘅作者咧就係Julian 啦。咁 Julian 咧佢就喺魁北克大學嘅蒙特利爾分校嗰度做嘅。咁今次我哋就睇咧，究竟即係佢就會睇究竟點解？點解喺呢個英語區同法語區入邊會對於香港保衛戰同埋香港保衛戰嗰批士兵嘅反應咧係有一個咁大嘅分別啊？咁點解香港保衛戰呢一段歷史會喺魁北克區入邊，即係呢一批人嘅集體記憶入邊係冇咗咧？咁其實今日呢篇即係論文就係講一個咁樣嘅論題啦。咁我覺得幾得意嘅。咁首先咧要講下啦，究竟咧有啲咩？即係究竟二戰嘅時候啊，即係加拿大嘅士兵佢哋係點樣嚟到香港啦？同埋究竟佢哋係啲咩人啊？咁首先咧就要睇下二戰期間咧，其實加拿大派去遠東咧，就係一個叫做 C 部隊 Fort C 嘅部隊啦。咁主要有兩個團嘅，就係加拿大西部組成嘅一個溫尼伯榴彈兵團，另一隊咧就係紮根喺魁北克本土嘅加拿大皇家步槍團啊 ，Royal Rifles of Canada 就係 RRC。加拿大皇家步槍團咧，佢本身咧就係喺一戰期間啊，即係都係有存在過啦。咁之後咧就係冇咗噶啦，即係比較沉寂。咁但係去到1940年嘅7月咧，由於歐洲戰區咧已經係越打越勁啊，咁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就決定重新即係用翻呢一個加拿大皇家步槍團啦。佢哋嘅目標咧就係招募一啲全英語裔啊，即係講英文為主嘅志願兵員啦。咁但係後來咧就有好多唔單止係英語啊，甚至係法語嘅朋友啊，即係法語系嘅加拿大青年，亦都係投入咗，咁甚至有少少加拿大原住民，咁令到呢個加拿大皇家步槍團咧有一個非常獨特嘅文化背景啦。咁其實就冇乜問題喎，即係你諗住，英國同法國係咧打交啦，即係嚟好似比利時啊，即係佢哋每次世界盃都係有呢個內訌嘅事件啦。咁但係喺呢個加拿大，今年沒有啊，好好運。填充翻先，今年沒有，今年做係啊，之前有啊，今年冇。咁啊，但係加拿大皇家步槍團咧就似乎冇呢個問題喎。咁因為好多非英語系嘅一啲士兵咧，反而咧佢哋都係即係融入得好好啊。但係點解啊會吸引到咁多士兵咧？咁其實第一咧就同魁北克或者加拿大嗰陣嘅經濟有關嘅，因為好多嘅其實環境即係經濟環境唔好啦。第一，而有啲士兵咧，其中有一個咧，佢以前啊，即係入伍之前咧，其實係做伐木工嘅，即係又辛苦啦，人工又唔高啦。咁參軍嚟講就係經濟上最穩定嘅東西啦。咁另一個咧就同呢個一戰有關嘅，因為好多二戰時候嘅青年咧，其實佢哋係喺一戰之後出世或者一戰期間出世咧，佢哋會聽佢哋好多嘅可能係父母啊或者長輩講咗關於好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嘅事，咁所以咧佢哋會對呢一啲故事有好多嘅一啲想法啊，諸如此類嘅嘢啊。咁另一個就係一啲傳統嘅愛國主義啦、帝國嘅責任感啦，即係對於加拿大聯邦或者對於成個大英帝國嘅一個支持啊或者想法咁樣樣嘅。咁1941年嘅11月啊，咁呢一批嚟自魁北克嘅青年咧，就跟隨加拿大嘅 C 部隊就到咗香港嘅社會啦。咁啊，當時嘅香港本地居民咧，
或者係官員咧都覺得喂掂啦，今次有一批新嘅援軍嗰度嚟啦。咁啊，但係對於呢一批士兵嚟講咧，佢哋都覺得好爽嘅，因為喺香港嘅生活咧其實係非常之爽啊！嗱，佢哋喺香港11月度啦。12月頭就已經開打啦，即係呢個香港保衛戰。咁所以其實咧，佢哋 around 係有3個星期嘅時間咧，享受咗可能係人生其中一個高峰啦。咁啊，包括啲乜嘢咧？咁其中有士兵咧喺日記入邊記載咧，佢係可以夠錢係請2個即係中國裔嘅男僕咧，係專門幫佢整理床鋪同埋抹乾淨、抹靚嗰對皮鞋嘅。哇，非常之爽啦！你諗下個士兵嘅收入喎，係啊，2個一個都唔夠啊，要2位啊，2個係啊，咁是非常之多。另一個老兵嘅記載亦都話，其實佢哋玩得非常之開心啊！咁佢有好多人幫佢即係可能係抹皮鞋啦，可能係幫佢剃鬚啦，甚至幫佢開心好簡單喎，有人幫佢抹皮鞋就開心咯。即係佢哋嘅快樂都係輕鬆獲得喎。係啊，唔使做呢啲，因為大家諗住成日當兵咧，即係一定要接到起晒角噶嘛，即係進皮鋪。原來唔係可以請人咁樣做啊，可以幫佢整即係清潔埋嗰支步槍喎。哇，咁樣都有啊！咁有好多士兵咧都係唔對路嚇，即係你睇啲槍人哋去搞係唔對路，呢啲唔對路啊。不過唔緊要，咁咧甚至啲士兵咧係即係日日都喺你香港呢度夜夜笙歌啊！哇，成日喺香港嘅街頭流連到午夜時分啊，先翻去軍營啦，邊度都冇玩，即係咩都冇做走去睇戲啊，周圍玩啊，根本就冇準備去打仗啊！咁呢個就係點解啊？即係我諗其實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點解好似突如其來咁樣會令到佢哋即係冇乜準備啊，或者之後點解個戰爭嗰個速度會推進得咁快？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啦，唔肯定啦。咁但係咧，好可以肯定嘅咧，就係佢哋喺香港保衛戰爆發之前咧，係過得非常之爽啊！咁當然啦，之後入咗戰俘營，又係另一個體驗啦。戰爭嘅一啲畫面啦，咁大家都知道啊，香港保衛戰係由1941年12月8號開始啦。咁咧喺屬於加拿大皇家步槍營嘅戰鬥咧，其實咧係未有咁快嘅。咁佢哋第一位傷者咧就係基於日軍嘅空襲啊，咁就係掉中嘅炸彈咧就炸中咗佢哋一個軍官啦，應該係一個排長啊，阿爾伯特比洛多咁樣，咁就係咁不幸受傷啦。咁而佢哋真正嘅戰鬥咧，其實主要喺港島嗰邊進行嘅。咁佢哋係喺呢一個赤柱嗰邊嘅戰役為主啦。咁亦都咧係同呢一個嘅即係日軍嘅大部隊啊，係正面交鋒啊。咁即使咧佢哋係即係叫做非常之活力充沛啦，但係咧佢哋經驗咧係非常之不足啊。日軍咧嘅部隊喺中國嘅長期作戰咧係有相當嘅實戰經驗。咁所以咧呢啲加拿大軍隊咧同佢哋打咗幾個鐘咧，就被迫放棄原有嘅陣地咧，繼續向赤柱嘅方向係撤退。咁去到12月20號晚咧，其實英軍咧係組織過幾次嘅反攻嘅，咁但係咧都係全部俾日軍打翻轉頭。加拿大皇家步兵槍團咧壓縮到啊，即係已經係俾人壓迫到咧，係退到最南邊嘅赤柱村嗰度。咁然之後咧就瘋狂咁樣拉鋸啦，亦都係死傷無數啦。咁而且由於佢哋係冇呢個裝甲車啊嘛，咁所以日軍咧就成日用裝甲車做開路咧，就令到佢哋嘅據點咧係一個一個咁樣咧就俾人即係消滅咗啦。咁去到12月25號啊，其實咧都係已經投咗降噶啦。赤柱村因為通訊嘅問題咧，咁就係未知道要投降。咁佢哋咧仲喺度不停咁反擊緊啊，試圖咧攞翻呢即係一啲陣地啦，令到佢哋嘅戰略重心咧係可以係叫做闊翻少少啦。咁有啲人咧就記得啦，佢哋清點呢個 D 連殘餘嘅人數嘅時候咧，佢嘅長官啊呢個柏家少校咧喊咗出嚟啊，因為咧佢嗰連人咧本來係有120人啊，最後得翻45個人咧係即係生存到咁樣。咁去到最後啦，真係要放低武器啦。佢哋嘅老兵嘅記載啊，其實咧係心有不甘啊，佢形容為，因為咧佢覺得咧應該咧真係要好似丘吉爾咁講啊，係要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啊。咁佢其中有一個基層嘅士兵啊，應該係嗰啲二等兵咧，就叫做塞西爾德姆啊，就直接咧就話佢哋自己指揮官啊，既然投降啊冇鬼用，係唔應該投降，我哋應該要打到最後一個人。即係礦山本書咧係
好似有啲分別，但係又好似冇乜分別，因為礦山本書記載咧，加拿大呢步兵槍團嘅團長啊何武咧係經常同呢個英軍講咧，佢哋唔打啦，即係加軍唔打啦，因為咧反擊咧都係嘥人命嘅啫，我哋就唔打，不如直接投降。佢係戰爭最尾嗰幾日咧係瘋狂咁樣講啊，話我唔打啦，真係唔好再打啦咁樣，咁嬲係令到呢個即係英軍嘅部隊啊。即係呢個莫德卑咧，直情話：喂，如果呢條友咧再係咁樣煩住咧，話唔打咧，你直接將佢逼去後方啦，唔好搞咁多嘢。咁所以咧，可能咧，即係如果咁樣呢兩邊嘅 source 都係啱嘅話咧，可能淨係得何武本人唔想打啫喎。即係佢嘅僆係想打，英軍咧係繼續堅持抵抗咁樣，但係得佢本人唔想打。我唔知呢個係咪真正嘅 full picture 啦，但係我認為咧，佢係何武嘅盤算就係佢見到自己嘅人員一個一個咁樣流逝緊啊。一個一個咁樣死去，佢覺得呢啲係無謂嘅犧牲，咁決定咧就唔打啦。咁可能呢啲年輕嘅士兵比較血氣方剛啲啦，覺得應該要打到最尾咁樣。咁可能大家嘅考量唔同啊，就冇話邊個對邊個唔對。咁但係對唔對都好啦，呢度所有人咧最後都係不幸地咧係去晒呢個戰俘營咁樣。咁佢哋咧就去戰俘營咧，就係最初咧係扣押咗喺呢個北角嘅戰俘營嗰度。咁喺呢個42年嘅9月26號咧，就全部俾人搬咗去深水埗戰俘營。咁亦都有啲咧係即係後來咧，因為要用佢哋做苦工啊，咁咧就將佢哋塞咗喺啲運輸船度啦。然之後咧就去咗唔同日本本土甚至乎台灣嘅集中營嗰一度咁樣。咁咧佢哋記載下呢啲運輸船上面咧係嗰啲鐵達尼3等艙都俾多佢啊，完全係嗰啲6等艙，可能係極度擠擁啦、勁逼啦、勁多寄生蟲啦，亦都因為咧佢哋本身香港係熱噶嘛，所以佢哋淨係帶咗啲咧即係短衫短褲啊。咁但係你去到日本一啲地方咧係比較凍啲，咁所以佢哋嘅衣物咧係唔夠啊，係搞唔掂啊，即係抵擋唔到個天氣。身外嘅痛苦之外啊，仲有好多嘅疾病同飢餓啦，亦都有肺炎啦。喺佢哋咧當中咧有一個叫做電力腳嘅神經痛啊。因為咧，佢哋經常咧就係食嘅口糧係唔足夠啦，亦都係得啲劣質嘅大米啦，同埋呢個渣滓啊，即係一啲菜渣咁樣。咁所以有好多人咧係營養不良啦，亦都有呢個腳氣病啊。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呢個係叫電力腳嘅病啦。咁有好多人係永久性嘅傷害啊，例如係佢哋會變成貧血啦，長期嘅貧血啦，亦都會有人咧係不幸咁樣因為種種嘅病毒感染咧係失明嘅。咁除咗呢啲物資缺乏之外咧，佢哋受最大鑊嘅嘢咧就係日軍嘅殘暴對待啦。咁呢個咧大家都係知道噶啦，因為咧日軍咧係當佢哋係一啲廉價嘅勞動力噶，而且係戰俘嚟噶嘛，所以咧就唔會對你有啲咩人道嘅做法啦。佢哋咧就俾人派咗去唔同嘅工廠啦、港口啦、碼頭啦，最差咧係去到礦井嗰度做嘢，長時間工作，一日做幾十個鐘啦，亦都可能有一啲工業嘅危機啦，例如你即係採礦咁樣，係可能俾架運礦車撞中，或者係個礦塌方，跟住就可能身亡咁樣。亦都有係日軍監工咧，係會無啦啦攞皮鞭鞭佢哋啊。咁喺有啲人咧係去咗礦井度工作咧，佢哋話全身咧淨係得翻一條日本嘅丁字褲，一對帆布鞋，亦都咧只係得一個即係帶住電力嘅即係帽咁樣，咁就係得咁多家當啦。咁有人咧就目睹過自己兩個嘅戰友咧，因為呢個礦井嘅塌方啊，咁就當場俾人活埋咗。高危嘅一個工作啦，礦井一定係。咁但係咧，除咗呢啲工作嘅危機之外咧，日軍亦都係會無啦啦咧攞佢哋嚟發泄嘅。即係例如咧，有啲時候二戰投降啊，已經去到投降嘅時候咧，由於咧有人淨係笑咗出嚟啊，因為知道日軍投降啊嘛。咁但係咧日軍就嬲啊，笑佢哋投降啊。咁就攞皮鞭咧鞭到佢皮開肉裂啊，鞭到有個老兵咧皮開肉裂。有一個人咧係最離譜啊，個人認為嗰個人咧叫做井上加內雄啊。點解佢咁離譜咧？因為佢係一個日裔人士啦，但係佢本人咧其實係加拿大籍嘅，即係佢係一個加拿大人嚟。佢原則上係佢係喺呢個哥倫比亞省金路市咧就出世嘅。咁由於咧唔知點解啊，佢對加軍咧係極度憎恨啊，唔知做有咩事啊？有人話係佢加拿大嘅時候俾人歧視過啦，咁亦都佢自己聲稱啦，以前啲人就叫佢做黃色小雜種咁樣，即係唔知係真定假啦。總之佢係
即係喺軍事法庭就話自己受到人歧視，所以就瘋狂鞭打呢啲加拿大人。咁但係咧佢就係無啦啦咧會攞一啲加拿大戰俘出嚟咧，係活活咁樣打死啊！咁亦都有人係俾佢屈咧，係呢一個間諜啦，咁咧就係攞咗去處決。咁最尾呢一個井上加內雄咧係受到呢一個叛國罪啦，即係加拿大政府俾叛國罪佢啦，亦都係話佢有戰爭罪行啦。咁啊，法庭咧判咗佢係死刑啊，咁亦都喺呢個赤柱監獄嗰度咧執行咗絞刑咁樣。呢個係我個人認為係一個即係極度反面嘅例子啦，即係因為咧，即係大部分日裔加拿大人咧，其實對對加拿大係忠誠嘅，甚至乎係有一啲人係參軍咧，係去打返呢一個即係意大利咁樣嘅。咁啊，比較特別啊！呢一位井上加內雄，咁就根據啊呢啲即係喺集中營嘅老兵咧嘅推算啊，其實死亡人數咧係非常之多。例如，即係最高峰時期咧，每一日咧係有6個人死亡啊！佢哋點樣知道咧？就因為有人死咗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吹嗰啲嘅殯葬號啊，即係可能係嗰啲喇叭嘅殯葬號。佢哋形容咧，每隔幾個鐘咧就有聽到一次。咁所以咧就知道咧，又有人咧係犧牲咗，亦都有人咧係喺度見到好多烏蠅喺度飛咧，就知道咧，嗰邊咧係有人已經係死咗啦咁樣。咁啊，呢個係已經完結噶啦。講完呢度就即係3年0 8個月已經完結咗噶啦。咁加拿大軍隊隨住香港重光啦，佢哋亦都係即係俾英軍解救翻出嚟啦。咁但係而家要討論嘅問題就係點解呢一班嚟自法語區嘅加拿大人啊，同我哋認知即係可能嚟自英語區嘅加拿大人嘅待遇啦，或者係佢哋嘅記憶啦，同埋或者係佢哋對於戰爭嘅睇法，係有一個咁唔同嘅角度咧？咁點解會係咁樣嘅咧？時間要翻到去就係即係保衛戰之後啦，咁當時當然啦，即係嗰批加拿大嘅士兵就喺日軍嘅戰俘營啦。咁另外咧，咁究竟喺加拿大本土係發生咩事咧？咁其實咧要將佢分翻開兩區睇，都係分翻開英語區啦，同埋法語區呢兩區去睇嘅。咁喺英語區咧，當然咧就係其實都係慘啦，即係大家都係好多嘅輿論啦，去批評一啲軍事上準備嘅即係一啲問題啦。咁包括係啲咩咧？包括就係即係未練好呢隊部隊，就係派佢哋去遠東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政客咧，就係話喂，其實呢啲士兵都係拎嚟湊數嘅啫，即係非常可恥啦。咁亦都當時呢一嘅保守黨嘅代理黨魁啊，就係 Richard Hanson 咧，佢亦都係話喂，如果加拿大聯邦政府繼續咁樣搞嘅話咧，就只會有更多嘅相似嘅情況，即係派啲士兵出去就係基本上炮灰咁樣樣啦。咁啊，基本上喺即係英語區入邊咧，就會到有好多咁嘅消息啊，即係話即係已經講到係呢啲係自殺式嘅軍隊啊，即係派去咧就係死硬噶啦。咁又甚至之後講到話，一成軍啊呢一隊軍隊咧已經係注定係玩完嘅。咁呢一種近乎恐慌性咁樣樣嘅嘢啦，就令到喺加拿大區入邊一啲英語系嘅加拿大人咧，佢就唔係好熱衷海外遠征啦，反而係要求聯邦政府咧係優先處理好本土防衛啊，即係要搞掂呢樣嘢先。咁另外咧，亦都促成咗之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對於日裔移民嘅一種極端排斥同埋隔離政策嘅。咁因為即係始終係日本人叫做虐待緊佢哋嘅士兵啦，所以佢哋嘅反應啦。咁另外咧調轉啦，但係喺魁北克嗰邊咧就係點樣樣咧？咁啊喺法語區嗰邊嘅媒體咧，嗱，首先啊喺呢一場香港保衛戰完咗之後咧，首先咧佢哋就係啲法語區嘅媒體咧就話呢一批係香港嘅英雄啊，即係一個英勇嘅悲劇啊！佢哋為咗保護呢個國家，即係保護加拿大咧，就算喺孤立無援之下咧，都係即係往死裏打嘅，即係往死裏戰咁樣樣啦。咁呢個係最初啊，即係1946年年尾嗰陣嘅一啲媒體報道啦。咁去到1942年年初咧，其實加拿大嘅聯邦政府咧，佢係想去做一個實際嘅軍事動員嘅，即係佢係想召集更多嘅士兵啦，即係你可以話佢有少少係利用咗即係香港保衛戰嘅失敗嘅嗰種負面情緒，希望可以鼓動更多人去參軍啦。
咁所以佢都做咗好多嘢啊，包括當時嘅聯邦軍事委員會咧就採用咗一個口號啊，就係讓我們記住香港啊，咁即係話咩？即係佢想嘗試將喺香港嘅加拿大士兵咧，即係不斷話佢哋係好英勇嘅，但係日軍咧就係啲好衰嘅人啊，諸如此類啊。咁然之後，魁北克市嘅市長咧亦都出嚟話，希望大家記住呢一班士兵嘅愛國奉獻精神咁樣樣啦。咁之後咧開始就係軍方咧就會係嘗試去召集一啲新兵啦，有好多嘅宣傳活動咁樣樣啦。咁但係法語區咧，其實就係唔係好受呢一套嘢嘅，即係法語區嘅大眾。咁去到講到去最尾咧，其實係啲乜嘢咧？就係嗰個輿論啊，即係嗰個輿論，法語區嘅輿論咧，有少少覺得呢壇嘢咧，英語區嘅人搞出嚟嘅喎，即係佢覺得英語區咧，其實係為咗嗰種例如係英聯邦嘅一種榮耀啊，或者大英帝國，因為呢場仗就係大英帝國本身打緊噶嘛，喺歐洲戰區，咁所以係英國打緊嘅喎。喂，我哋法語區嚟喎，其實唔係好關我哋事喎，即係同我哋魁北克嘅法裔朋友其實係冇咩瓜葛嘅喎。咁所以就唔好搞我哋啦，係咪？咁之後去到1942年嘅春天啊，喺4月嘅時候咧，聯邦政府就決定就舉行一個關於係咪實施海外強制徵兵嘅全民公投。於是咧就可以咁講，於是就大把魁北克嘅法裔嗰啲政治家就出嚟就話，唔好咁樣搞啦，即係唔好去送死啊，諸如此類啊，即係唔好話咩，因為香港呢壇嘢我哋要更加去打，根本調轉咁樣，因為呢壇嘢咧個本質就係我哋送嗰啲人去送死啊嘛，即係諸如此類咁樣樣啦。點解要送士兵去海外？反而咧應該解決咗即係本土嘅問題先啦。咁為咗針對呢一個事件啦，咁當時嘅聯邦政府咧就係整咗一個皇家調查委員會出嚟嘅，就由當時嘅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去領銜啦。但係嗰個結論咧，我諗大家唔係好滿意啊，就係因為咧呢個調查委員會咧，佢哋就話即係加拿大政府喺派遣即係軍團去呢個亞洲嘅過程入邊咧，係冇犯任何原則性嘅錯誤咁所以咧成個即係魁北克嘅法語區咧，都係覺得唔滿意啊！咁呢壇嘢由頭到尾咧，都係加拿大聯邦同埋英國佬同埋英語系嘅人搞出嚟嘅啫，即係唔關我事，唔好搞咁多。關鍵嘅時候咧，1942年嘅8月19日就發生咗一場迪耶普戰役啊！盟軍咧係發動嘅，其實係一個登陸進攻，因為我哋知道最出名嘅登陸作戰就係諾曼第啦。咁其實喺1942年嘅時候咧，盟軍咧曾經係想做一個大規模嘅試探性進攻又好啦，即係總之係一個登陸嘅進攻。咁呢一場仗咧嘅主力軍隊咧係加拿大嘅士兵，有5000個嘅加拿大士兵咧係主力去打呢一場仗。咁另外仲有 around 應該係1000零個英國嘅士兵啦，比較少嘅小英國人啊，主要咧都係加拿大人。而呢一批加拿大人咧，好多都係魁北克嘅法語系青年咁樣樣啦。但係呢一場仗咧，可以講翻個結果啦。盟軍基本上係去送嘅啫，即係送頭嘅啫。咁而德國咧，德國即係納粹德軍方面咧，基本上一早已經喺海灘擺好晒機槍啊，擺好晒防禦陣營。加拿大嘅士兵佢哋投入咗差唔多5000人入去啦，有3000幾人咧係陣亡啦、受傷或者被俘虜啊。基本上由登陸嗰刻咧，就係準備又係啦，同之前大家講嘅一樣，喺法國即係法語區嗰度就係登陸咧，就係等於收檔。法裔加拿大青年咧一落地就俾德軍嘅機槍就嘭嘭嘭咁樣就冇咗啦。咁所以呢一個消息傳翻去魁北克之後咧，更加大鑊啦，因為基本上成件事係更加衰啦。而呢個啱啱先講緊啊嘛，因為一路都講緊話，法語區嘅人覺得呢壇嘢係英聯邦嘅嘢，唔關我事嘅，即係大英帝國嘅嘢。咁但係呢壇嘢就更加呢一個戰役更加令到大家覺得，哇！做乜我法語區嘅子弟兵要咁樣出嚟為你大英帝國即係獻命啊咁樣樣啊？好多嘅魁北克嘅媒體咧，佢哋主要咧都會集中喺呢一場戰役入邊，法裔嘅士兵咧都係好有勇氣啊！即係甚至咁樣樣嘅呢場仗，佢哋都會去打啊，甚至係咁樣咁劣勢嘅仗，佢哋去打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即係呢一場戰役迪耶普戰役咧，喺戰後入邊咧就會成為咗魁北克省裏邊一個好主流嘅二戰記憶。
完全係蓋過咗香港保衛戰，因為香港保衛戰咧好多都係就算係魁北克省咧嘅士兵，但係佢哋好多都係英語系，非英語系咧就比較少嘅。而呢個就比較同身份有關嘅，因為香港嗰邊嘅士兵佢哋係英語裔嘅軍團啦，但係歐洲戰線呢一場登陸戰入邊咧，大部分都係法裔嘅士兵，即係法語系嘅士兵。咁所以咧，令到成件事好似我啱啱講啦，法裔嘅士兵咧就變咗係俾呢啲英語系統嘅英語嘅政治去操控咗，去無情背叛嘅一個受害者，係一個小總結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就係話點解冇香港保衛戰呢壇嘢冇喺法語系嘅地區有咁大迴響咧？喺戰後，甚至去到而家都係咧，主要就係因為有另一場更加重要同埋更加關法語系子弟兵嘅故事戰役發生咗。香港保衛戰連同嗰批香港保衛戰入邊有參戰嘅魁北克嘅人咧，佢哋都叫做可以話被你話淡出咗又好，或者被放逐出呢一個魁北克主流法語社會嘅一個歷史視線之外啦。當時啊，1941、42年或者43年喺加拿大發生嘅事情啦。咁究竟完咗之後啦，即係4-5年之後咧，又係發生咗咩事咧？嗱，呢個咧就係講緊老兵嘅視線啦。啱啱我哋講咗好多係魁北克省加拿大嘅一個關係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都記得魁北克咧經常想喺加拿大嗰度獨立噶嘛。因為佢哋前身喺呢個法國殖民地同呢個加拿大大部分地區係英屬殖民地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就係想獨立嘅佢哋。呢個印象咧，我啲朋友咧係去過加拿大旅行啦，或者係而家喺加拿大住嗰啲咧，佢哋都講到呢一個魁北克省啊，比法國更加法國嘅地方喎。佢哋話咧，如果你喺嗰度唔講法文咧，啲人唔真係好似唔係好理你喎。有人係真係識講法文噶嘛，我有啲 friend 係。咁佢又可能真係唔知係咪 gel 頭 gel 得太早啦，覺得自己講法文就可以即係得到人哋認同啦。人哋咧就係執佢 grammar， 佢嘅回饋係啊，佢喺法國都冇俾人執過呢啲 grammar， 但係佢喺呢個加拿大魁北克省咧就係俾人執呢啲法語嘅 grammar 咁樣，好似遇到政治警察咁啊，政治刑警咁嘅心情啊，獨特啲嘅加拿大地方啦。咁就啱啱都講到啦，好多嘅今次喺魁北克省嚟到香港打仗嘅士兵咧。其實佢哋本身係有啲係法語係母語嘅人啦，但係亦都有唔少係原住民同英語系嘅人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嘅構成咧係相當複雜。咁但係當佢哋翻到去魁北克省嘅時候咧，佢哋面對嘅東西啊，同我哋想象中係唔同噶。即係我哋以為啊，你係一個老兵啦，一個戰爭英雄啦，嗰啲叫 Veterans 啦，去到翻到國家應該係好受人歡迎噶嘛。咁呢個都係大部分地方會有嘅常態啦，即係可能美國嘅士兵翻到美國，大家都會尊重你咁樣。英國嘅士兵打完咩福克蘭群島，跟住而家啲人咧都仲會尊重你咁樣。嚟自魁北克嘅士兵翻到去咧，唔係噶，啲人係唔理佢噶，啲人係甚至乎係非常之冷漠噶。咁咧有呢個歷史學家理查德咧 Richard 咧做過一個口述歷史啊，佢就話好多老兵啊翻到去咧，因為佢哋有 PTSD 啦，或者受咗好多好殘酷、好慘嘅對待啦，就同啲朋友家人訴苦啊。但啲朋友家人咧係對佢哋好差，我可以咁樣講。有人就話咧，老兵就話佢哋即係嘗試同啲其他 friend 講香港或者日本嘅慘況嘅時候啦，其他人咧係唔信嘅，覺得佢吹水啊，吹得太大。亦都有人咧係好 hurt 咁樣講啊，即係都冇人逼你去嘅，你自己要去當兵咁樣啫嘛。哇！呢個真係好盆冷水淋落嚟啊！即係如果我係嗰啲老兵喊出來啊，只可以係。咁另一個咧就係佢哋非常之受到孤立啦，因為佢哋咧好多老兵係講英文嘅，咁喺呢個主流講法語嘅環境咧，冇人想同佢講嘢啊。佢哋想講翻呢啲戰爭嘅即係往事啊，或者有幾咁慘啊，想抒發下感情咧，只可以去翻呢個退伍軍人協會嘅啫。咁但係講到啦，呢個退伍軍人協會咧，英語係做主導嘅。咁所以當你一啲法語嘅士兵想講嘅時候咧，去到想講嘅時候咧，又好似講唔到出口咁樣喎。咁所以咧就兩邊都慘啊，只可以話係直情俾人當係黐線佬咁樣啊。有一個老兵咧受採訪嘅時候就話咧，佢同好多人講過佢見到嘅嘢啦，即係可能嗰啲殘酷殺戮啊，啲日軍點樣殺人嘅情況咧，其他人話佢係瘋子啦、傻子啦、騙子啦，甚至乎咧係唔想理佢。咁所以咧經過種種唔同嘅二次傷害之後咧，佢哋竟然係決定沉默啊，即係好唔想再將呢段說話咧講翻出嚟啊。
咁呢個我唔知係唔係老兵要面對嘅情況啦，因為咧我見好多口述歷史嘅報道咧，都話啲老兵咧其實係將呢啲事情咧收埋咗好多年嘅，即係佢哋可能係晚年，可能係我80、90年代晚年啊，先至將呢啲説話講翻出嚟俾佢哋嘅後代知。老兵嘅小朋友啊，下一代咧唔知道發生過呢啲事，要去到好大個先知道發生過呢啲事。係啦，可能有好多人咧都係受到相同嘅傷害啦，或者係種種戰場嘅一啲嘅壓抑啦，咁所以就唔夠膽講呢一啲嘢。咁而另一個咧，就係真係佢哋內心嘅一啲痛一啲傷痛啦。因為咧，佢哋有好多人係喺戰場度戰死咗噶嘛，咁所以佢哋有嗰啲叫咩幸存者嘅內疚啊。就例如咧，有一個叫做德日武嘅士兵啊，翻到去魁北克省過第一個聖誕節嘅時候咧，佢媽媽算唔錯，佢媽媽就安慰佢話：你終於翻嚟啦，真係好啊，你冇事翻嚟啦。崩潰咗就話係啦，佢翻咗嚟啦，但係佢啲朋友即係佢啲街坊 friend 咧、同學咧，翻唔到嚟啦，就死晒啦咁樣，咁啊好傷心啦咁樣。佢啲老兵啊喺度反思緊，即係喺呢個咁嘅精神折磨種種。有啲人啲 friend 又唔信佢，屋企人又唔理佢啦。有啲人傲啲，屋企人理佢，但係始終戰場上受嘅傷害都好大啦。咁咧就喺度不停咁樣諗嘅時候咧，佢哋諗到一種啊叫做咩，俾國家體制欺騙出賣嘅一個悔恨感啊。甚至乎咧，有啲士兵咧就公開勸喻一啲魁北克嘅年青人，國家再打仗嘅話咧，千祈唔好當兵，一定要留喺呢個鄉下，邊度都唔好去，真係唔好當兵咁樣。咁有一個叫 Leo Murphy 嘅士兵咧就話，即係香港保衛戰咧係一個毫無意義嘅自殺任務啊！佢已經係做過一次傻仔啦，我唔會再做嘅咁樣。咁亦都有人咧係將呢一個矛頭指向咗加拿大政府，就話咧佢冇公平對待佢啊，明知係火坑咧推啲人咧去死咁樣。佢哋始終係老兵咧，一定有自己嘅情緒啦，有自己嘅面對過嘅一啲慘痛嘅經歷啦，咁所以佢哋有呢一個角度咧可以理解嘅咁樣講。咁但係咧有另一個問題啦，就係佢哋咧同其他嘅老兵咧都係格格不入㗎。魁北克咧，佢哋之後咧吹奏嘅一啲英雄啊，即係魁北克省吹奏嘅英雄咧，並不是呢一啲嘅士兵，即係呢啲真係去咗戰場嘅老兵，而係嗰陣時出嚟反對聯邦逃兵役嘅一啲叫做不服從嘅法裔抵抗者，即係反而呢啲逃咗兵嘅人咧，就係英雄。呢啲真係上戰場嘅人咧，就係一啲叫咩幫政府打仗嘅人，就好似有啲調轉咗，係 my fuck 嘅。我就睇完之後，即係我明魁北克人點解會咁樣諗。即係如果我哋試下將呢件事變成喺台灣咁樣，係有啲真係去當兵嘅藝人咁樣先算啦。有啲咩藝人真係有當兵嘅？請問台哥嗰啲啦，真係有當兵嗰啲嘅，咁啊都多嘅。即係我諗唔起啫時，因為我當台哥啦，台哥先，台哥啦，台哥真係有當兵嘅，我知道。台哥，哇，台哥或者係啦，嗰啲就係狗咁樣，即係幫政府狗咁樣，就係。但係咧，嗰啲黃大陸嗰啲係嘛，就係哇英雄嚟嘅，逃兵嘅英雄咁樣。哇，你唔打仗咁樣樣，唔好打仗，我哋英雄，我哋佢係嗰啲抵抗戰爭嘅。即係嗰啲嘅勇者咁樣，哇！你諗下呢件事，如果即係傳出嚟啊，仲似咩樣？我覺得係大家咁樣諗啦，調轉咗噶嘛。即係如果你咁樣諗嘅話，無奈啦，魁北克嘅主流社會咧就係拜呢一套啦，就係咁樣覺得逃兵嘅就係英雄咁樣。有好多嘅老兵咧，同佢哋嘅呢啲魁北克可能一啲獨立主義者啦，或者分離主義者咧，其實係有唔同嘅政治取態噶。呢啲魁北克士兵，呢啲無論佢係講英文啦，定係講法文咧。其實好多都係愛國㗎，即係除咗啱啱我哋講嗰啲嬲嗰啲之外啦，即係有啲好大部分咧，即係沉默嗰一派咧，沉默嘅大多數咧，都係愛國㗎。佢哋上戰場嘅時候咧，其實係自己自願報名㗎嘛。嗰陣時係冇徵兵制㗎嘛，係冇徵兵制係冇兵制㗎嘛，係自願報名㗎嘛。佢哋係真係愛國，想上前線為國家付出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係嗰啲魁北克嘅即係民族主義者啦，政客眼中啦。係一個政治不正確嘅人，即係又係台哥 case 啊！台哥就係政治不正確咁樣，哇！即係你諗下呢件事搞不撚掂，真係 mindfuck 嘅 mindfuck 就係 mindfuck。呢個有啲即係冇計，我覺得整個語言跟住加埋政治，所謂地緣咧，佢就係產生咗一個咁樣嘅意識出嚟嘅，所以我都明點解嗰批老兵好似覺得俾人困咗咁樣樣。
即係成件事都係 make sense 嘅。其實佢哋覺得俾人困咗個批咧係一批嚟嘅，打仗太慘啦，咁佢哋要揾，即係可能要將個情緒宣泄啊。係啊，宣泄啦，宣泄就決定宣泄喺政府嗰度，真係啦，真係唔做啦，真係唔搞啦呢啲咁樣嘅嘢。咁但係咧有好多係佢本身係愛國噶嘛，佢本身愛國咁，但係同魁北克嘅主流社會係有啲唔同。咁所以佢就係佢打完仗，但係佢又俾人排擠咁樣。呢件事簡直係癲咗啊！即係呢件事係令人難以想象啊！即係如果你係嗰啲點啊？好唔識講啊！即係你諗下韓國阿 Ring 佢做完當完兵，跟住出嚟話，走狗咁樣，哇！完全係社會崩潰咗。除咗好多加拿大人佢哋面對咗嘅困難啊，咁其實咧有好多嘅報紙啊，佢甚至乎咧係唔提呢一隊兵團啊，唔提 RRC 呢隊兵團啊，加拿大嘅法語系報紙直情唔提佢哋嘅。咁而英語系嘅報紙咧，就當然係主流提翻另一隊榴彈兵團啦，因為佢哋先係英語區噶嘛。咁但係佢亦都有提嘅，但係即係唔會係主流啦咁樣。咁所以呢班人咧就好兩面不是人咁樣俾人遺忘咗。咁好啦，有啲人咧其實咧係即係點講？佢哋係想組織一啲叫做退役老兵、退伍軍人協會咁樣，佢哋想翻到去呢個退伍軍人協會。咁例如啦，有1946年咧。呢個法裔嘅士兵啊，卡斯通蓋咧，翻到魁北克之後咧，就第一時間咧就參與咗當地有份喺香港打過嘅一個嘅協會咁樣。咁奈何啊，加拿大人去香港打仗就唔係真係太多啦。咁再加上有啲戰死咗噶嘛，咁有啲可能又去咗唔同世界各地，有啲留咗香港，有啲去咗英國咁樣。咁所以佢哋咧最後咧都係要同呢個溫尼博榴彈兵團老兵嘅退伍軍人協會咧係合併咗。咁問題就嚟啦，因為咧協會係得一個嘅啫嘛，你個會址係得一個嘅啫嘛，你個會址擺喺呢個溫尼伯定係呢個魁北克咁樣咧？咁因為咧我哋數人數噶啦，咁一定係公平啦，邊邊人多咪擺邊邊咯。咁人哋係人多啲嘅，奈何即係無論各樣原因啦，呢個溫尼博榴彈兵團嘅老兵願意參與呢一個退伍軍人協會嘅人數係比較多，咁所以佢哋嗰個協會嘅中心咧擺咗喺呢個巴尼托巴省啊，即係溫尼博佢哋嗰個嘅地方，長期一啲聯誼活動啦、集會啦，都係喺安大略省啦、British Columbia 啦，同埋大西洋嗰邊嘅省份係舉行嘅，就冇去到魁北克，咁係非常之慘。即係我 join 咗個會，但係個會嘅活動咧係唔喺我嗰度搞嘅，即係我每次要去咧穿州過省咁樣搞，咁同埋可能佢一來有工作啦，或者有啲年紀啦，咁所以都唔係咁方便，經常穿州過省咁。而另一邊咧就有個問題啦，就係佢哋有分支嘅，係有分部嘅。咁但係佢哋主要嘅人啊，即係佢哋控制分部嘅人咧，主要嘅人都係講英語嘅人啊。咁所以法語嘅老兵咧就非常之被動啊。佢哋雖然咧就唔係會喺嗰個嘅會入面咧嘈交，因為佢哋咧都係 brothers， 大家都打過一齊打過仗。咁但係始終唔同語言就係唔同語言啊。呢個我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呢個真係可能用翻比利時嗰個國家隊會仲好講啲。講德語同講法語嘅人咧，大家一齊踢過呢個國家隊，係嘛？盧卡古、盧蛇同呢一個迪布尼一齊踢過呢個國家隊。咁但係我哋始終可能有人講唔同嘅語言，托沙唔知講咩語言，跟住另一個人唔知講咩語言。我哋係 friend 嚟嘅，但係又冇咁 friend。傾偈啦，即係可能我哋互相傾到偈，講英文傾到偈嘅。佢哋我唔係咁容易表達到自己情感啊嘛，我唔係咁容易表達到自己面對緊嘅困難，係棘嘅呢個位係冇嘈交。我哋係朋友，但係我表達唔到我嘅嘢俾你聽，亦都唔係我哋朋友之間又唔係咁朋友。呢個係我覺得係最棘嘅位咯，即係如果我係同你反咗面嘅，我係分開搞啦，我哋法語係搞自己嘅，英語係搞自己嘅咁樣，咁可能仲好啲。即係我同法語係嗰班人一齊咪屌鳩英語係嗰班人咯，或者係照鬧翻啲日軍咯，講翻以前啲衰嘢咯。咁但係而家唔係，我哋始終都係 friend，但我哋好多嘢講唔出啊，講不出聲啊，就塞住喺自己嘅心度啦。咁去到最後咧，有好啲嘅，有啲主席咧就叫做 Roger 咁樣咧，佢又比較好啊，佢識2種語言，咁咧就可以用2種語言咧係去溝通，為唔同嘅軍人咧爭取一啲佢哋權益啦，照顧下佢哋感受啦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法語系嘅人咧最慘，因為佢哋係受到多重嘅一個分咗，意想不到嘅一個悲劇喎。即係咧，因為我哋之前學嘅歷史咧，好多嘅加拿大老兵咧都係好 proud 噶嘛，即係我覺得自己我香港付出過打個仗咁樣，有好多嘅口述歷史都係話我哋
願意為香港付出啊？點樣啊？即係我哋戰後梗係有困難啦，梗係有辛苦嘅時候啦，但係最後咧結果係好嘅。但係咧我哋冇諗到啊，最後原來有一個咁樣好細嘅角落，係有一班魁北克省法語區講法文嘅人，係原來係俾人忽略咗啊！好多時我哋都用香港角度去睇啊。香港好少講到法文啦，至少我哋係啊，一嚟我哋又冇法語系嘅專家啦，即係嘅歷史支援咁樣樣啦。咁呢篇文咧，或者俾大家一個新嘅角度啦，其實就係因為喺香港保衛戰入邊有好多唔同嚟自世界唔同各地嘅士兵啊。咁究竟佢哋啊，即係佢哋其實又面對一個咩問題啊？即係戰後啊，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角度去睇下。即係嚟魁北克呢個已經，因為你唔知加拿大嘅政治或者地緣，你已經冇可能理解到呢件事點樣會發生啊！即係就咁簡單，即係你講話誒點解唔係加拿大人咩？即係點咁樣即係已經冇可能，同埋你又唔理解喎點解加拿大人會有一個咁樣嘅情緒啊！即係嚟魁北克嘅法語人點解會完全當呢班人係即係臭四啊！即係已經去到咁嘅程度啦，我覺得即係用呢個 term 都可以。大家可能喺其實呢個好簡單，係咪好簡單？即係一個歷史嘅做法就係，即係你會睇唔同嘅角度咯。呢個都有少少係，因為佢係加拿大啦。我諗因為佢哋做本身寫呢篇文嗰個人，佢係法語系嘅，嗰個人本身就應該係魁北克人嚟嘅，佢就應該係傾向魁北克嘅，即係佢應該係傾向魁北克政府嗰邊嘅，就反加拿大政府同埋反大英帝國政府嘅。佢嘅即係其實佢文章咧，我哋都要即係補充翻啦，都係要講翻佢嘅立場嘅。佢就應該係反加拿大政府嗰邊嘅立場嘅。咁所以就大家可以即係睇嘅時候記得呢件事啦。係啦，因為冇可能冇立場嘅，即係好難完全100% 客觀啊。咁啊，今集咧就我諗都差唔多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下一集就再見啦，多謝大家收聽，多謝各位，下一集再見，好，下集再見，拜拜。